黃德斌今日帶埋愛犬波仔出席電訊公司活動，佢係咪成日都會帶波仔出去玩嘅呢？好少會帶佢去商場見咁多人咯，即係有陣時會去嗰啲狗公園玩下啦，或者去西九咁樣。佢今日嘅表現，你覺得係咪上得大場面咧？可以爭少少啦，不過但係都 OK 啦。德斌成日去唔同嘅地方工作，喺外地嘅時候有冇掛住波仔啊？同佢視像咁樣等叫下佢，咁佢又望下，咁啊幾得意。喺外地工作嗰時候，會唔會有啲咩活動會做咧？即係冇乜點玩嘅喎，係咯。咁如果用電話就梗係同屋企人視像啊，咁樣咯。咁啊即係又揾下啲資料啊。我頭先見你話都會俾 AI 叫佢幫你睇下個劇本喎，係咪好得意咧？呢個新玩法？呢個係啊新嘅，咁啊即係佢會有一啲唔同嘅角度分析咁。德斌有份參演劇集《Court》，佢預告劇情極具爭議性啊！大家記得留意啦。